哇，今天这个哟，来来来，你不要笑，我现在跟床的感情比跟同事的还稳定了。先躺一下就好，真的一下就好，希望了。今天走到这里，体力就先说晚安。不是我不年轻，是我的年轻已经变成过去。手机一直响，像是欠他200万，抱歉了，我现在连回讯息都算是一种极限运动。枕头看着我，像老朋友在招手。来嘛，他一副很懂我，比检检报告还了解我。明天的待办事项长到像是要过年大扫除，拜托先不要说那些，我现在只想呼吸，放空，让枕头拥抱。人生这条路哦，到4、50岁才发现，不是变强，是变得比较会演。我还行，但其实我现在只想喝个温开水，然后睡到自然醒了。让我先躺一下就好，你问我梦想，明天起床之后再更新公告好不好？心有点累，但累得很有中年人的骄傲。谁说放弃不好？适时休息才能继续乱拼人生啊！让我先躺一下就好，世界那么吵，我先按暂停键稍微逃跑。梦里如果刚好出太阳，我会顺便把希望晒一晒。醒来以后再用我剩下的半条命继续努力打拼。你看我们这个年纪，跌倒会先找地板爬，成功都靠硬撑，撑到后来觉得撑也是一种才华。但嘿，我还是相信了，人哦，只要还愿意笑一下，就还有救了。所以让我先躺一下就好，让疲惫像热水慢慢把泡面好开，变好吃哪种味道，明天的我一定能更稳更知道要怎么把生活的乱七八糟谈一谈笑一笑走到老。哎呦，好了，我起来了，等一下了。嘿，等等，再让我30几秒。真的最后30几秒了。